哔哩哔哩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巫山五行的导演灵魂。由我们六道无鱼和好传动画共同出品的《巫山五行》正在 B 站独家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巫山五行终于开播了，导演现在最想对观众说些什么呢？爷爷，你关注的动画更新了，爷爷，你的青春结束了，快来追番吧！想知道巫山五行的制作组到底有多少人，以及这些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开始最早的时候人数只有3个人，一点一点慢慢的扩张我们团队吧，然后到现在为止，相对来说主力的制作人员当时在6个人左右，反正我们从来都没有破过10这个人这道关卡。对于动画的内容的话，热爱才会产生更多的动力吧，去制作这样的一个动画。那大家现在是怎么分工的？分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做的工作还不止一个种类，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们来不及制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团队整体去协调、去协作。总之就一句话，人手不够。为什么巫山五行会选择这种独特的美术风格？首先我们是东方人，我们喜欢东方文化，尤其是国风、国画。比如《千里江山图》啊，张大千的泼彩啊等等一系列，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种风格。因为我们希望把自己的热爱的东西去融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一路走下来，我们也测试了很多不同的风格，但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这一个风格，因为它既能代表我们自己，也能代表我们东方的一些文化。这个是不是也增加了制作的难度呢？因为我们走的还是国风，描现的一种味道，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本身还是需要有一些手绘的能力和对国画的一些理解。那这个东西它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绘画和练习的。第一集中兵器的设计非常出彩，在这方面有什么心得吗？因为做的是古装的内容，古代的片子，所以我们还是以冷兵器为主。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有一些爱好啊，我自己也平常也会收藏一些刀和剑这种类似的东西，属于男人的浪漫吧。巫山五行中，您最满意的片段是哪一段？都挺满意，行吗？我自己还特别喜欢文人出水的那一段，因为它设计的非常的巧妙吧，也算是。平时会看弹幕吗？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段？我们自己看的时候也会非常感动吧，因为有很多网友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最印象深刻的应该是火幻吧，就是文人在吼的时候，但是我从中间看到了他不是火幻，而是喊的脱发。到8月9号，巫山五行就要暂告一段落了。那对于整个故事来说，它进展到了哪里？进展到了1/3、1/5、1/4，可能吧。知道为什么这么慢吗？还不是因为人手不够吗？怎么办？请投下方的简历到我们的邮箱里。对，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如果看不清的话，我觉得可以这么打。用户对于美术级的呼声非常高，那之后会出相对应的周边吗？可以有吧，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的美术风格也好，我们的人物的风格也好，还是相对比较有特色一些。这些东西的话，如果粉丝们或者观众们特别喜欢的话，我们会考虑出这个方面的一些东西来回馈粉丝的喜爱。周庄哥的鱼，这就是个不对，就这个打斗质量，哪怕剧情是你瞅啥瞅你咋地，我也能愉快的看好几遍。只看几遍吗？不够。齐天大圣鱼潇洒，爷从今天开始就是自来水龙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水龙头不够，我还可以借水管给你。梦困舟，巫山五行，歌山五行，雾歌五行，雾山歌行，雾山五歌，歌王五行，雾山歌王。以上这2点都是正确。哎呀，那个叉非常好，只穿粗布衣，魂导参与配音了，魂导参与配音了，魂导参与配音了。重要的事情说3遍，嘎嘎嘎嘎嘎嘎嘎。一岭青山。简直就是把我的童年幻想世界画了出来。谁童年没有一个关于五行的幻想呢？追定了。少年，童年的时候少玩火，没有中2的我多孤独。孙子，
爷爷，你追的《雾山五行》更新了，你快看！我不信谣，不传谣，孙子哦。我先去叫下我爷爷啊。五行现在只看到火星，那其他4行呢？人手不够啊，我没有那么多手，画不了那么多，所以还是那句话，这次歪一点吧。素的好了，这个邮箱赶紧投。后面的集数中会有关于其他4行的展开吗？会有，因为我们后续的故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第2篇章内容也会慢慢逐渐把其他5行的内容全部都一点点的铺展开来，希望给他们出场的角色都给他们，把故事介绍完整和完善。鸭子的存在感特别高，这是故意设计的吗？是的，故意的，因为我家门口就是一条河，河门口都是鸭子，所以每天都能看得到。因为我会觉得很多鸭子它们的平时的生活习惯会非常有趣，所以我也挺想把它们表现。是因为您自己配音，所以它存在感特别高吗？是的。你退下，剩下的就交给我吧。现在导演最喜欢哪个角色？那还有谁啊？肯定是水怪嘛。苏小安是怎样的设定呢？他的话其实还是属于一个贯穿整一个故事线的一个内容，这等于是要剧透了呀。那就剧透多一点吧。就是他的话呢，等于说是，前面和后面反差会非常大。好，行了，打住，不能说了，再说后面没看头了。为什么5行都是复姓？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吧，他之前的是复姓，他是姓诸葛，而且他是真正诸葛亮第多少代玄孙。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因为他能够给我们很多历史的故事的一些渲染，这些属于比较好的文化，我不希望他们慢慢被埋没掉。雾山一共只有3集吗？怎么可能只有3集？3集怎么讲得完呢？对不对？想看后面的是不是啊？赶紧投简历到这里来。对。那现在第2季的进度如何呢？在做啦。您亲自演唱 OP 有压力吗？有啊，怎么会没有？毕竟不是专业的，万一唱不好就给人捧了。导演要不要现场来一段？好的，让他来代表我的脸吧。3恶1年轮到一，起高了，对不起。有人说雾山五行是真正的中国动画，对这种说法您的看法是？这个问题是个送命题啊，不能乱回答。这个东西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在刚刚起步的一个动画公司，我们团队只是想用心的打磨好自己的作品，然后这个作品我们没有去想过它能得到什么，或者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因为最初心的东西就是想把它做好，做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来，然后能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你至于说它能代表什么，我觉得我们根本代不了任何东西，因为我们还年轻，我们团队也非常年轻，所以这个话题肯定轮不到我们来说。因为它要结合就是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风格，但是又要写实，然后还要讲究光影，所以就是画起来会很头秃。画文戏的时候，因为导演要求比较高，一般的话，说话的时候他还要求一些动作，在想这些动作的时候会比较纠结。因为我们整体雾山的划分，它是泼墨泼彩的那种感觉，那我想让那个 OP 也能像片子里面这种效果一样。很遗憾的是，我们拍摄过程中出现了我们不成熟的问题吧，所以能用的片段比较少。所以仔细看 OP 的话，大家可以发现背景它是有流动的颜色的。对，希望大家多看几遍 OP 啦。原画方面的话，人物造型吧会比较复杂，因为毕竟偏写实的。然后剩下的问导演对不对？找导演，导演能帮我画吗？对，有事找导演，导演会包办一切的。是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因为我们工作室人手不够，每个人都还挺辛苦的，特别是导演，每天干到半夜。导演的话就是帮我每天干到半夜。我们做的都挺辛苦的，导演生发剂都买了好几瓶了，希望大家能多看一下。
我就希望巫山五行能够大热吧，就多一点人来看，因为真的制作的很辛苦。就看能不能用自己一点小的能力去帮助这个产业，因为还是缺人的。目前国内这块，喜欢动画的朋友们，还是希望你们继续加入这个大行业吧，一起为国内的动画行业助力高飞。巫山五行做的还是很久，时间还是很长的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吧，挺累的，多多点追番3连。3连哦，谢谢。3连哦。像什么比较难的动作，其实还是由导演来画的原画。那剩下来上色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是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上色比较特别，所以就是会有一些特殊的处理，会比较麻烦一点。就这么说吧，有一次外包公司找上了我，问我们需不需要外包，我说需要，我们的划分是这样的，我截图给他看，然后他说对不起，我们包不了。还好后来好传抽出一部分人手帮我们做了辅助上色，那时候他们还在忙着制作大理寺，真的非常感谢。